哎，你收拾行李去哪？去成都啊！终于来到了我最喜欢的城市成都，让我掉下眼泪的复制作业的酒。刚抽出10星之钢，还没爽呢就被抬了。哎呀，别哭了，不就是一把游戏嘛？明天带你参加联盟嘉年华。你这出装什么玩意儿啊？会不会玩？不会玩，你教我呀。这个是号令之旗，这个是明火之拥。说出一件装备的全称。人圣之剑。我今天叠了91层星之钢。大千世界皆处在平衡之中。来个1等奖，这全是6等奖啊！哎，你好，我朋友也爱玩英雄联盟，所以他可以亲一口你对象吗？什么意思，哥们儿？500，可以考虑一下。不行。1000。那好吧，就这样哦。宝宝，你打 AD，我给你打辅助。带不走的